開會做決定仲要舉手，太慢啦。今日教大家整啲新嘢，我哋嚟整一個即時投票系統，大家掃個 QR code 就可以投票。呢個系統好簡單，主要分做建立投票同投票結果兩個頁面。首先，發起人喺建立頁面輸入問題，再設定幾個選項，撳個掣，系統就會自動產生一條專屬嘅投票連結啦。參與者打開條 link，揀好心水選項，一撳提交就搞掂。最正嘅係結果頁面嘅長條圖會即刻跟住更新，一目了然。寫 prompt 嗰陣要講明，要有分享連結、多選功能同即時計票，仲要記得提防重複投票，同埋界面要啱手機睇啊！呢個專案嘅靈魂呢，就係用 Supabase Realtime 做即時數據同步，所有人唔使重新整理網頁，都可以同一時間睇到最新賽果。學識整呢個系統，以後搞活動或者開會就大派用場啦。